下午好，道格下午好，小赖下午好。干嘛打英文？换一下口味嘛，是不是？反正有差吧？没有差。对，你们知道要进来就好了。有没有英文？没有差，是不是？哦，我刚才站到一个很奇怪的女生，真的，那我都不知道怎么跟她讲话。大概在民权东路6段吧，再过来13路那边，然后她一副很像喝醉酒的样子，可是身上一点酒味都没有，一点酒味都没有。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，然后她一坐上来就直接倒下去，对，就横躺在后座，然后我说：“小姐你怎么了？”然后她不理我。我说：“那你要去哪边？”他有讲地址，对，他讲完地址就继续躺着，哦，然后快到他家的时候，然后他继续躺着，快到他家的时候，然后我就问他说：“小姐到了哦。”他不理我，哦，我说：“小姐到了哦。”他终于睁开眼睛，坐起来，开了门，要下车了。我说：“小姐，车资还没有给我。”然后他就说：“就这样哦，然后就继续坐在那边傻，他眼神整个是呆滞的，我说：“小姐，你车资还没有给我。”然后他就说：“哦。”然后大概隔了2-3秒，他继续待在那边哦。然后我说：“小姐，你车资还没有给我。”对。International 嘛，然后他才默默的打开他的皮包，把钱给我，很奇怪。然后重点是他躺下去的时候，就是他一坐上车，他跟我讲完地址，他躺下去嘛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躺下去的时候，一直狂流眼泪，狂哭就对了，就一直在哭了啊！我不知道哭什么，我就问他怎么了，他不理我。不理我就算了啊，对不对？我就觉得是什么东西，但是他是从，你说他有吸吗？我不知道嘞。对，但是他是从那个什么法院有没有？6段有一家法院啊，他好像是民事的法院，是不是？对，我没有仔细看的门口，对，拦我的车的。不晓得是受了多大的打击，我不晓得。翻译是，这是中翻英嘛，很简单呐，又不难，对不对？反正大家看得懂就好了，看不懂也没关系啊。我不晓得是不是被逼供，我不知道。只是他就躺下去，然后。我以为他喝醉了，可是问题是他一点酒味都没有。然后讲完地址就一直在那边狂哭啊。对，不知道他哭什么的，我看不懂。然后问他怎么了，他不理我就算了，对不对？很怪吧？不知道是受了什么样的打击，看不懂。太阳出来了啊，夕阳啊，应该叫夕阳。你这种夕阳出来哦，东往西就很难开。真的假的？会有新闻网是不是？是会有新闻网吗？有什么你还不想睡？
我有空再去看看。你这样痴情到底累不累？明知他不会回来安慰。BW 下午好啊。只不过想好好爱一个人。反正他不晓得是受了多大的打击啊。那你说他有没有克？我不晓得。但是他从法院里面走出来，你敢克吗？敢吸吗？不知道，应该没有人敢吧。但他一副就是那种很呛的感觉，很像喝醉酒很呛的感觉，一副就是那种感觉啦。哎呦，英文标题哦，所以哦，改一下嘛，改一下嘛，是不是？反正大家都习惯进来了，对不对？改一下英文标题啊。对，我们要开始走入 international。没有啦，我想说换个口味嘛。下次说不定我改那个，对，韩语的啊，对，说不定下次我改成那个日本的啊，对，日语的啊，哎，说不定我改成那个有没有印度的、越南的啊，换口味嘛，是不是？反正你们都知道啦、啊。简单的英文，对，这个应该不会很难的、啊，这应该一看就知道了，对不对？3节。你不觉得这样子不太一样吗？有没有觉得不太一样？对不对？有没有多加一点 class 的感觉？那我之前也有载过一个在车上哭的女孩子，但是她是会跟你聊天的哦。对，她的亲人才刚往生这样子，她可能歌曲播到，对，她又想起来，所以她就边哭边讲，哎，这种抒发一下还好。High class 没错，然后大家今天载的这个是完全不讲话了，对，都不讲就算了，只是她中间一直哭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办。那种是，对，哭有眼泪的，然后有声音的那种，才刚刚发生的事情。对，他还没有抽我身上，那个车上的卫生纸，他自己拿包包里面的卫生纸。陪我直到天明，穿透这片迷蒙寂静。我渐渐失去知觉，就当作是种自我逃避。你怎么知道我后座有猴子陪？我上次有拍到。很多人坐过我的车，后续有拦到有坐到，都会说啊，我坐过你的车，对，因为你后面有一只猴子。刚洗车完，最怕碰到这种水车，你知道吗？
是不是？大家有没有怕？对，你刚洗车完，然后碰到这种水车就很哦，然后它会往前喷、往后喷的，快闪！然后你又喷到整个又湿掉了，就是我蛮讨厌这样。洗车碰到下雨那没有办法，可是你说路上，对，就碰到这种，就蛮讨厌的。你才刚洗完车、打完蜡，然后结果这种又喷上来。干嘛？那个不重要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只是对帮忙而已，那个没有重要。活着温柔才是可耻的，活着孤独的人无所谓，无日无夜无条件。8885下午好啊。危险吗？活着陪伴才是体贴的，活着逃避比较容易吧。风言风语风吹沙。往前一步是黄昏，最后一步是人生。我可不可以不要再遇到那种女生？漫不经心还不安，一个岛锁住一个人。我还蛮怕的。对，因为搞不清楚他到底是喝醉还是嗑药。沉默沉默沉入海，未来不在，我还在。如果潮去心也去。我看不懂啊，但是又没有酒味，喝醉最起码有一点酒味嘛，没有啊，所以我真的是看不懂他到底是。一波还未平息，一波又来侵袭，茫茫人海狂风暴雨，一波还来不及，一波早就过去。但是这一步很呛的，很呛，可能压力太大，已经待到傻掉了。前面有人挥手，对，有没有看到？举手。小心哦。我刚好撞了一下。老唐刚刚讲一下地址啊，他讲一下地址。到哪边？第一个巷口。第19巷6条通吧，119巷。好，这样子他就知道了。84号新生的路口。很久没有听到，对不对？变形曲。他现在也没有出来唱。任贤齐啊。我想走新生停在那个新生巷口，好不好？可以。他就在巷口旁边的。可以，你方便就好。那等下绕一大圈。对，没有错。介绍给别人邻居认识，对，是10多年前，然后介绍他来进来。
狮子会，我当会长的会哦。孙女，对啊，我现在我儿子传过来说，只想吃肉，不想吃菜，像我媳妇啊。我说只想吃肉跟饭，不想吃菜。以前会吃高丽菜。这是孙女，那你女儿是孙女？快生2个，一个7岁，一个5岁。女儿是2个男生。咱们这样。这是结婚10年才生一个女儿。1岁6年。这我觉得挺好的，因为我从小带都在带他，而且已经5岁多了。像我们老节目，丑丑的，那天他考大学台大，得了传染病。5岁半，我们都10月受洗的。今晚我想把单弄好松掉嘛，结果我连续吃了4次哦。我爱吃那个3明治，结果吃到我胆固醇3个人都高。Baby face， 干嘛 ？Baby face， 哎，我那天又带我朋友去吃，这就是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的。跟我搞已经小时候同学。你有没有扫镜子？土耳其的送，你知道吗？你现在不能叫镜子了，你要叫慧珍。哎，你叫错了。美梦成真。对，慧珍。漂亮哦。去年去土耳其。一个是镜，好像一个是放大的，试看看2个，哇！一个放在包包里，我在用。我发觉我家里有2个，因为我发觉，哎，怎么那么多？我买了好多送人啊。好，待会放到这个里面来，这个色彩土耳其。我也好喜欢他的那个装那个酱，我也买了去那个所以我还装那个装酱料还有寿司。同乡姓姜嘛，是不是？哦， DJ 那个同乡。怎么那么多摩托车爱转来转去？都是这样子，摩托车。没有方向灯从头打到尾，他们他还是就不让，就是还是要转来转去。早晚出事，真的啊，一定出事。
今天去上次那个，他们都不让的啊，但是他其他的他不让。后来他回来不是说去送，跟他都不给他戏。哇，但是我碰到一个比较那个的，就碰到了。天哪，搞不好都没50岁。我大概我们今天这个 DJ 原住民有没有50岁？40多，将近对， 50，看他看起来真的很年轻啊。他说小我20岁啊，不是老板说的，他说小小弟啊，小弟，他都没有结婚呐。真的啊。原住民的身材就是这样子。他应该会想喝2杯吧？呃原住民就这样子。还好，他不会很贪，那个每个人不一定。但是他工作就不能随便跟人家喝。可以，如果说有客人约他喝，他还是会啦，只是今天我没有约他而已。因为今天人太多了，就本来想要那个叫他合唱的歌都没办法，那个就时间就我们就要走了。没关系，我们下次换别的地方。对，来了2次已经觉得不错。没有，你下次来，如果说是有包场的话哈，那就可以全部那个。我们找个机会，那个看那个上天嘛。那他是7000呐，那上我6000呐。你去订就是7000呐，我订6000。你一定要找我才有6000，有我的名字来订才有。这个就是熟跟不熟的关系嘛。他这样包场包得来，根本今天看没办法。他在这里面哦。对，好，那就靠边停就可以了啊。好，来。有没有零钱？有都有，我都会备零钱。我不需要，因为司机他们就你拿太大钞给他找啊，他没办法，很麻烦。对呀，那每个人都这样，他怎么办？都要准备，你要做健身就要准备零钱。好，谢谢，小心哦。谢谢。哎呦，有需要思考吗？这个简单的英文还好吧？前面那个人像不像要搭计程车的感觉？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，有个女的，是吗？我果然没有看错嘛。Hello， 你好，小心。上高架是。然后到仁爱路右转，左边慢车道。右转左边慢车道，好。对，然后我还没有启用过，没有你就直接赖的首页，赖你有吗？哈，我有对对下载，赖一定有的啊，就是通讯软体啊。哎，我有下载那个 Line Go，不用下载，不用额外下载，你就是赖就好了。Line 就好。哎，赖的首页就可以了，有没有？对，首页。不是赖，这个是 Line，你的首页怎么跟别人不太一样？这样。不，它有个首页，是要Line的首页。对，赖的首页。赖的首页的下面，中间那边有个 Line Code 有没有？有Line Go。
要点进去就可以了。点进去就对，就可以叫车了。待会儿就是用它付。没有，你要叫车才可以哦。哦，要对叫车才可以对，才可以用 Line。对。哦，所对以没有用叫的，就是要下车付现。对。哦，你可以透过那个下次叫车就可以绑定啊，你可以先绑定或是什么的。我跟Line里面有Line过，他跟我说什么第一次弄的话，对啊，就第一次叫车的话，他会送你那个啊券啊。对。对，你第一次叫车会送你券啊，没错啊，对啊。太不习惯用这些东西。哦，就偶尔比较难叫难。我还是那个用那个老方法，用688。哦，你可以下次用用看这个，它就是直接用这个叫车是可以的，你们车队也很多车道，蛮多的啊。蛮多。嗯。现在的那个荧幕都是宽的，对啊，好看得好清楚。现在都是16:9的比较多。 16:9，对，我觉得它是超过16:9。超过对，没有，它其实就是16:9，它都是16:9。是啊，对，怎么感觉不止哎？当然它真的是16:9啊，你跟比较就知道了。哦，我说上面上面16啊，它这么久啊。这个哦，这个有，哦，这个没有啦，这个没有啦，这不止啦。我以为你说这个，这个不止啊，这个就是仿那个后照镜的模式啊。哦，对啊，是自己买的，对啊，对，自己家的，而且很清楚。是啊。等一下左边下吗？对，比较安全啊。是在那个上海商业银行那个巷口。好。上海商业银行，上海。镜子左转这边。这边是吧？好。OK。等我一下。来，谢谢你。不好意思。不会，哎，小心哦哈。谢谢。的感觉，我们都是看我那个行人没有过马路，然后后来看到我之后，他又慢慢往前跑停车，对，有人叫车嘛。那最讨厌是叫车在巷弄里面，对对，然后你人又不出来，然后叫司机等。
耶！董下午好啊！哎，蔡董下午好。前面有一个挥挥手，手挥挥。小心哦！综合建一路剑八路。建一剑八。我走中正桥和路哦。对对。哇，好，刺激，超级刺激。天空好像隐隐要下起雨了，我们总在沙发上彼此治愈。我问你为什么说分手是我哪有错？你说我很好，只是他回来了。你看着我的眼睛说，你从来过我。再看着我的眼睛说，一点都不难过。虽然没那么动手，但治不了你这一次。
么？云跟风说，风跟我说，我能向谁说？像从前不谈未来，我为谁等待？不要你懂，不怕人说，让爱随风沉没。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。南方天空隔着北方的雪，热情冻结冷冷风中。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，永远的痛。昨夜的梦留给明天，明天。夜里有风，风里有我，我拥有什么？云跟风说，风跟我说，我能向谁说？像从前不谈未来，我为谁等待？不要你懂，不怕人说，让爱随风沉没。
忘记分开后的一起天气，喜欢一个人看下大雨，孤单就像连锁反应，想要快乐都没力气。对于世界小站灾难电影，让现在的我可怜到底。对不起，谁也没有时光机器，已经结束的没有商量的余地。我希望你是我独家的记忆。
在心底。不管别人说的多么难听，现在我拥有的事情是你，是给我一半的爱情。我喜欢你，是我独家的记忆，谁也不行从我这个身体中拿走你。在我感情的封锁区，有关于你绝口不提，没问题。已经结束的，没有商量的余地。我希望你是我独家的记忆，摆在心底。不管别人说的多么难听，现在我拥有的事情是你，是给我一半的爱情。我喜欢你，是我独家的记忆，谁也不行从我这个身体中拿走你。在我感情的封锁区，有关于你绝口不提，没关系。我喜欢你，是我独家的记忆，摆在心底。不管别人说的多么难听，现在我拥有的事情是你，是给我一半的爱情。我喜欢你，是我独家的记忆，谁也不行从我这个身体中拿走你。在我感情的封锁区，有关于绝口不提，没生气。拒绝再有浪潮，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，百转千折它将我围绕。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，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。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，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。是为你的心跳也好，是前世的姻缘也好，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。
一切已不再重要，我愿意随你到天涯海角。虽然岁月总是匆匆的催人老，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，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，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？你要停哪边呢？不跑。我健康的这里，这里我有朋友。过红绿灯旁边去。这边好，好。这边哦，下班时间的这边都超级塞车的。中和连城路就在前面啊，那个坐捷运的地方。有点 emo 的感觉，是啊，没有那么多啦。对，还有说什么台北的老鼠跑到新北来，还有人说什么，南鼠北送，有没有？一台车2个人，一人开快12个小时。你看这边就是，我很不喜欢下班时间来这边，这是超级塞车的。时间每天都不够，让我再梦一次，把爱放在你的手上。是有人偷偷放的老鼠。昨天不是还有在我昨天还有看到一个什么，说什么台北的马桶里面有3、4只老鼠，有没有？翠不是有一张照片？有没有？对，有看到那张照片吗？那马桶的那个说什么？我该不该冲水？有没有？你就觉得有可能吗？觉得有可能吗？怎么可能？后来好像有人证实说那张是南部的，我不知道是高雄还是哪里。
你说，一个城市没有老鼠，我相信是绝对不可能的，对，绝对不可能。但你说，老鼠多到溢出来，然后马桶都有，这我就觉得有点夸张了。世界每天都不够，让我再弄一场，摆放在你的手上。我要右转离开，我要继续堵在这边。今夜的我不能醉在幻想，恋爱的人都不是一样，恋爱的人都还是一样。Alan 晚上好，是麦巴赫。开工晚上10点才下班，好哟，辛苦你了。对。快闪，东河，大哥，你要倒车吗？我也想走啊，哎呦！张学良传记啊，我是没看过，我也没什么时间看。正常的老鼠会啦，他们还是会在街上走，但是不可能逛大街，一定是快闪，可能要赶快跑过去，绝对不可能，在你面前慢慢走。缺点变速箱，你说刚才那台车吗？老鼠无所不在，你看纽约市他们的那个什么那个垃圾桶有没有，都是开放式的，你看那会有多少老鼠？我家之前还跑进来老鼠，对它，2次吧，3次忘记了，然后后来就拿吸尘器，突然它在我面前，跑过去，然后跑到那个柜子里面，然后我就拿吸尘器，很小只啊，可能是刚出生不久吧，有人拿吸尘器把它吸出来，吸到吸尘器里面。然后把它冲到外面，有没有？对，外面，然后就把它，放生在外面。
对，那时候我家前面那边在都更的，可能是因为这样子的因素，所以对那个老鼠窝有没有可能被破坏了，然后大家都老鼠都跑出来外面。那阵子真的还蛮多的。野猫，但是现在野猫对老鼠来讲有用吗？哦，家猫可能不太敢，野猫应该敢。对啊，松江路上我看过了。为什么吸尘器不能要啊？不过他后来也坏了。不是啊，你拿吸尘器吸老鼠一出来，对，然后我拿到外面去，那为什么吸尘器不能要？不是洗过就好了吧？一个深夜，某一个地方，总有着最深的思念。老鼠这东西哦，一定都会有的啦。爱把有情的缘分两断，是我知道灵犀的方向，哪怕不能够朝夕。对啊，夏天繁殖季节。这老鼠繁殖都很快啊，一胎都生好几个。至少路上没看到，它可能逃过你的法眼。有食物的地方，像市场啊，有没有老旧的市场，那一定会有的啊。然后或者是像那个夜市啊，夜市也一定会有的，都一定有啦。有食物地方就一定会有啊。清理东西发现老鼠的幼崽，后来稍微想了一下干什么，放生就好了啊。哦，餐厅哦，那餐厅也一定会有，可能躲起来了吧。
要上去又要下来，看到太塞了，不想上去，对不对？Oh my god！ 这江山起起伏伏，温柔的曲线，充满爱的中原爱。看到老鼠杀无赦。严重破坏生态。是啊。这就是话题炒作啊！玉鳖溪，那真的蛮大只的，南部最多。逆向骑脚踏车最危险。看过大只，这吃的太饱了。不过老鼠要大，真的很快，很快。我又回到了板桥，那是不是说，就在这边跟各位说声，松江路后面有一个什么，有一排老建筑是什么街？松江路后面老建筑滨江街吗？站好了。还乱动了，差不多。精神大叔，雄壮大孙，威武上扬，严肃刚直，如同我，安静喊出来，坚强抬高啊，确实
速决，左转弯，沉着忍耐积极，稳走是不是啊？勇敢，相对大叔，1、2、 3、 4， 1、2、3、对，松江是真的蛮长的。来，动着5个半向。松江最后面啊，旁边不就是滨江街了吗？看，喂，是看哪边？还是民族西路，民族东路。还在聊天是不是啊？来去松江。现在松江路其实太长了啦。放过班长，我要放掉吧。除非你先下去，都说过了几点集合，为什么还要迟到啊？还在东张西望，等下就不要抽烟抽一下。对，雄壮大声威武，上扬严肃张直右转弯，安静喊出来，坚强龙湾街、德惠街，速决，还有什么街？沉着忍耐积极勇敢，注意海动，小心来恢复上一动。恢复立正问好，但不要认真着急，信说不通听好。牢记军人的身份，驾起安，稳守本分，不要吸毒、赌博、酒驾、劫机、逞凶斗狠。宣布事情完毕，恢复上一动。宣布事情完毕，来恢复上一动，完毕，小心。谢谢。跟我往上跑啊！规格跟唱歌带回该配合，那就乖乖配啊！该舞蹈的时间是你的伟大，抽不到烟都是你们自己的问题呀。水壶记得打满。中暑，偷摸长官，现在各班原理卡，中精神打出来用力喊，雄壮大声威武，上扬严肃张直右转弯，安静喊出来，坚强手抬高啊，确实速决左转弯，沉着忍耐积极，稳走是不是啊？勇敢，相对大叔，1、2、 3、 4。1、2、 3、4， 3、4。前方300公尺，由侧幅照相，速限50公里。天将黑了。加纳商圈，什么东西啊？这边怎么都有一个扛棒写加纳商圈？你好，小新。信义路上新南街。信义路绍兴南街，好。我们等一下走蒙甲大道。蒙甲大道哈，中华路、惠阳街就可以转总统府前面。好。惠阳街接总统府前面就接信义路。好。好。
像是伤悲，是一种奢侈的行为。我怎么突然有一种莫名的喜悦，当我沉睡在黑暗里面。情火。
心肠，邂逅随过，做空中的回响。到最后，轻轻心与夕阳燃留在身上，来不及将故事拖跌宕。我最期许的风光，成全我你我张狂，爱上情话与世界飞过。我最后的心上，倾听我你我所唱，是人境间的情话多心肠。有最拒绝的疯狂，成全过你我张狂，爱上情会远越圣洁飞过。有最残破的初见，记载过光阴漫长，无意识过的片段，泪水寒凉。有最后的心上，倾听过你我所唱，是人境间的情话多心肠。我最今生的自己，得以随季节繁华，而我在多年情深一场。记得靠左边哦。我知道。那不用过红绿灯。前面那个巷口停这个巷口对对，165号。谢谢。他帮我从左边下车，谢谢你。这个样。哦呦呀！这段年轻岁月，一起登上最高的山巅。
新安街的，新安街很多吃的啊，那边烧腊店有2家，喜红哦，这个什么嘉红哦，家里的家吧，嘉红比较卫生一点，在转角那个应该算龙江路有没有？龙江路跟那个新安街口那边还有一家烧腊店，那一家就比较脏一点。然后史天文这首歌你打什么名字？家乐福哦，家乐福尼亚。是阮兜人气歹去，困袂去，我家乡讲袂调去，全国电子买冷气，听你讲现在买可以参加抽奖，就甘心，结果我抽中美国加州3人世界系。然后下一首是那个谁？我等下讲，下一首是那个谁？徐伟恩是不是？对，你是新同学吗？看起来应该是的，因为这个名字我第一次看到。你下次点歌前面要加个贴图哦。啊，当然第一次我们都可以原谅。哦。嘉红都要排队，我觉得还好哎。嘉红还好。这个晚上投入的人，谢谢你哦。可是，大家应该知道我的习惯了。对，我的习惯是回家才好像吃晚餐的。还是感谢你哦。和妹他们家的面也蛮好吃的，我之前大概去吃过2-3次。徐伟恩在吗？徐伟恩在，很在哦。We could
你下次记得点歌前面加个贴图哦。第一次我们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T 爷晚上好啊。会了，感谢你哦。有啦，三姐她有点歌没有错，你往前看一点应该就有了。和妹的直播我很久没看了。这个时间点是要载客的时间点。对，所有讯息才看得到啦，因为有些新人、新同学，然后在所有讯息才看得到。没关系，我有看到也可以了 ，OK 的，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。在新安街，我比较常吃的就是凉面，但我去吃大概都是下午2、3点的时候。然后烧腊、虾红我买过2、3次，但是后来我觉得他的饭实在是，可能是煮的人关系吧，超级硬的，硬到我真的是吃不下去。那自从2次饭很硬之后，我就再也没去买了。在以前我都觉得他不错啊，可是那2次我真的印象很差。我想说1次他可能是失误，那第2次我就放弃了，可能要再过一段时间吧。过段时间再看看。有没有欠歌的要跟我说？虱目鱼粥哟，还好嘞。我对那个我没有提不起劲。虱目鱼汤，我觉得那个司机俱乐部的虱目鱼汤最好喝。
上次吃过一次，哦，那次真的是流连忘返。口齿留香了。司机俱乐部在南京东路跟基隆路口啊。南京吗？不是，对啊，对啊，南京东路跟基隆路口。有啊，它就叫司机俱乐部，就是一个小吃摊啊，有卤肉饭啊，有鸡肉饭啊，有什么。没有啦，它店名就叫司机俱乐部，它的店名就叫司机俱乐部。但也是因为这样子，所以很多司机会去那边吃啊。有啦，有签一首歌啦，我看到什么时候会靠腰而已，终于靠腰了。不然我什么时候会讲过？还没有缺歌的，很少吧？是不是？没有，小闹你一下啦，好不好？对，岁数不要那么小气嘛。对，然后也附近，对，要说附近也算附近。直到和你做了多年朋友，才明白我的眼泪是为你而流。不要放弃嘛，对不对？有啦，最初有点一首歌啦，只是他真的有点一首歌，好不好？对。西岸正八音嘛，是不是？你看你们都不关心他，他闹脾气了，你看。其实我刚才就看到了。但是太多次把它绕高了，但是这次没有绕高，我是故意的。你看人家生气了，生气到不出声了。徐伟恩讲过，你要忘记了哦。不是才刚讲了一下。
好了，生一下焖鸡也可以啦。其实点歌我都会从最上面看到，下一首是什么，下一首是什么这样，所以一定有看到你的，除非不是停等红灯，这我可能会绕高。漫天的花雨纷乱了在即，你我沉默不回应。牵你的手，你却哭红了眼睛。在晚上好哦。对，我们现在要走一个 international 的风格，是不是？对，之前都是 local 的，好不好？对，之前都走 local 风格。下一个花季，风中你的泪滴，滴滴落在回忆里，让我们你要不要考虑一下打满一整排符号？大台北华城山上庙，也不是他在那个新店中正路那边是，那是大台北华城吧？没有太多社区名称了，我真的太少去了，我记不太起。那有过啦，但不长啊，有过不长。陈毅晚上好啊。对，这条就松香路啊。那西安街就是民生东路旁边的，旁边巷子。不过它就是建国跟复兴中间。没有，我们所谓的洗屏是一直贴同样一段话叫做洗屏，对，没有一直贴就没什么洗屏。同样的东西一直贴就叫洗屏。华城靠近金山镇，那不叫华城吗？那叫玫瑰什么什么什么的。日本旅客没有，我们就一段一段改好不好？对，这次先改那个英文的，下次改成那个韩语的，然后日语的，然后再改那个越南的，好不好？印度的，对，改那个字的看不懂。让我们懂得学会珍惜。听演唱会版本好了，泰文的，对，改那个，对，很像跳舞的文字，那个自己看着看不懂。本来像 AI 简单嘛，翻译一下，复制贴上很容易啊，对不对？原住民也可以哦，考虑一下也可以哦。
对，反我照，可以啊，可是看得懂吗？反正都看不懂了，没什么差吧。10公里是什么东西？升天了。不会啊，这个简单的英文还好吧？会很难吗？还好啊。对，我不是打一整段字出啊。看得懂，对啊，看得懂就好了。钢铁男子，前面灯那个，前面的灯呢，它的牌照灯怎么会不亮呢？有没有？有些是真的故意的啦，避免后面那个晚上检举他们，所以他是故意不开灯，故意把它拔掉。一切都将成回忆，无法磨灭的过去，会随着时间慢慢的模糊的痕迹，就让它去。或许有一天会想起，生命之中曾经在新山镇哦，去过一次我就不想再去第2次了，实在很不好走。前几天我们才去而已嘛，是吗？前几天嘛，好像是还是上礼拜，忘记。这边以前很多老鼠哦，左手边这一块超级多，超级多。现在应该也是很多啊。然后再横的没有，我们现在前面这边横的就是西南街。從沒有放棄過心中的理想，一剎那彷彿若有所失的感覺，不知不覺已變淡，心裏愛。原諒我這一生不羈放縱愛自由，也會怕有一天會跌倒。这边就很多吃，但我比较常吃的是右手边这个福德凉面跟这一家越南开的凉面店。然后这边又开了米粉汤跟什么鸡肉饭的卤肉饭、卤肉菜。然后嘉宏是在我们左手边，对，中间这边有一家叫嘉宏。对，现在在排队了，现在在排队。
边左手边有一家凯教练开的，有没有？就是唱歌很像张学友那个，对，凯教练有没有？健身教练那个开的，叫凯饭吧。我没吃过，对，我没有吃过。哦，桃园机场。这边吃东西很方便的，这一条路上很多吃。对，但是我们那个咸酥鸡大姐也是住这附近，不过她对食物很挑啊，她都说这边没什么好吃的。她都说没什么好吃的啊。健康路来这边也是有一小段路。没有啊，他很少走出来那边吃的，很少走出来那边吃，他都是叫外送。板桥哦，板桥方便啊。黄氏兄弟只有一个人点过，难不成？对，从以前到现在，黄氏兄弟就只有一个人点过。对，那个就是我们最素丫丫的头号粉丝。有没有一样？陈家凉面哦，没有，我都吃福德凉面比较多，但我大部分吃都是大概很热的天气我才会去吃。
哎，奇怪嘞，你怎么知道不是510放的？他又没有说是510放的，他只打一个510而已啊。对啊，那你怎么知道是510放的？怎么觉得那么好笑？真的吗？好地方。可是你的行为举止跟510一样啊。减肥的好地方。等下我们9点是母亲节专场哦，不要忘记哦。每天走来走去哦。对啊，走路运动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，对，跟皮克敏一样嘛。我干嘛要转弯呢？我的猪头。要走不走的？每天走来走去，地下室吃午餐，吃9分米啊！台北遗迹。哎，还没吃饭呢，赶快去吃饭呢。
工价。对啊，我是说那些东西再怎么样，连续这样吃，每天吃不一样，总是会有吃腻的一天啊。你们可以叫外送啊，还是有那个统一叫便当那种。为了一个老鼠，那有人这样吵来吵去。唉。我的右前方，这一家已经关门的面店，哦，它的鸭肉面真好吃。对，虽然很不起眼，可是它好吃。当我们都走上街，当我们怀抱信念，当我们精神半夜一声第一情节，你就是一种信念，你就是一句誓言。世界正等你出现。Hey girl， 你有没有看到我的新座位？如果没有，其实我交朋友特别会在你的身边。到左边这家前都好多人哦，客满。陪你笑的绝配，不用老师教我自我介绍，早就点亮我身搬上街道。还没记得自己的学号，我们已经记得彼此的绰号。可能你还没准备好，一个人有点苦恼，只有一个微笑，我们开始有聊。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，我想问你球鞋是哪里买。我们有着相同的情怀，绝不用说出来。有些事情现在还不明白，对于未来又迷惘又期待。哇，你的 NW 超到我。Hey girl， 你有没有看到我的新座位？如果没有，其实我交朋友特别会在你的身边，从此就多了一位陪你闹陪你笑的绝配。套上洗衣蛋。目标清单，统统都是为了长大时不留遗憾。对自己喜欢的事，拿时间交换。靠自己的力量拿到。这也太可悲了吧！已经准备好，踏上旅途去寻找，过程出乎意料，最后抵达目标。这有点音乐废死的感觉。我想问你球鞋是哪里买？我们有着相同的情怀，绝不用说出来。有些事情现在还不明白，对于未来又迷惘又期待，不用想得太复杂，让自信把每一刻记载。Hey girl， 你有没有看到我的新座位？如果没有，其实我交朋友特别会在你的身边，从此就多了一位陪你闹陪你笑的绝配。偷偷在你身边找到我的新座位，都是为了让你发现我是谁，对自己喜欢的人拿时间交换。靠自己的力量拿到答案。我想你已经准备好，陪着我一起寻找。你说推着那个像娃娃车这样子哦，推着狗出去吧。
可是怕他们走累了啦。狗不就是需要遛、需要走路吗？对，不太让他们走就会退化啊。你们要挥手，挥手，手挥挥，哎。你好。民生西路 OK， 好的。
伤的离别，由不得我们走得太匆忙，拥抱着并不真实的欲望，来不及，等不及回头欣赏，木兰香遮不住伤，不再看天上太阳透过云彩的光，不再找约定了的天堂，不再谈你说过的人间世事无常，借不到的三寸日光。停在这里，不敢走下去，让悲伤无法升演。下一页，你亲手写上的离别，由不得我拒绝。这条路我们走得太匆忙，拥抱着并不真实的欲望，来不及，等不及回头欣赏，木兰香遮不住伤。不再看天上再往前一点，下一个全车那边。好。不再找约定了的天堂，不再谈你说过的人间世事无常，借不到的三寸日光。不再看天上太阳透过云彩的光，不再找约定下的天堂，不再谈你说过的人间世事无常，借不到的三寸日光。那天当时我爱过你的地我这台车的前面停哦。 有收据吗？好，等我一下哈。好。请记得随身行李，并索取乘车证明。上车时，请注意门后方5台车再开始下车。欢迎再次搭乘。谢谢。谢谢你。听见冬天的离开，我在某年我的醒过来。我想，当我期待未来，却不迎来。双岩这边，对啊，这边有市场啊，也有吃的，当然就会比较多，正常啊。好，欢迎光临辉煌旅行社。
我是小王琴，我是李炳伟，大家准备好未？准备好啊！安尼，咱出发喽！没时间。臭豆腐这家好吃。对，不喜欢排队，你怎么跟我一样？对，我看到要排队的店，我都很懒得进去，根本不想要。你说几个人就算了，让他排队排很久，我就不喜欢。哎，这家臭豆腐你吃过没有？对啊，叫什么上海脆皮臭豆腐？没有，这个锦溪跟那个啊，跟承德路、中山北是前面那一条。预测我要走的路，那我接下来要走哪里？哎呦！回家吃老婆煮的，没有嘞。不会。先定位，这家生意也不错，另外一家更好。没有，我回家通常就是可能吃个馒头啊，或者是买个面包啊，或
或者是吃个泡面哦，不一定。红灯还要走，哎呦！考考设计哦。长春路停我豆豆讲，你豆豆讲哦。新东阳哦，哦，新东阳遐哦。